问观众朋友，这骑脚踏车敢治安全无较好咧？根据着这卫福部含这交通部调查，全台湾的有511万人骑脚踏车，无治安全无的比例有到8成。伊学界是认为讲安尼造成交通风险，建议脚踏车共款爱亲像这奥多摆共款呢，就爱列管。啊，若国建署是回应讲，敢要立法强制治安全无啊，再爱看社会敢有共识无？ 这几年真侪人爱骑脚踏车通勤，假日也未少亲自骑脚踏车伫河滨公园欣赏河滨景致。不过真少人骑脚踏车有治安全无？机车比较快嘛，比较危险啊。骑脚踏车是比较不会那么危险啊。请问一下，安全帽谁提供？一定是自己啊，那就不方便了。对，我们都骑很慢。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，骑机车无伫安全无的，会当罚500。不过骑脚踏车无伫安全无，目前无法通罚。根据卫福部、国建署加交通部的调查指出，12岁以上定定骑脚踏车的人，差不多有511万人。骑脚踏车的时阵，毋捌也是差不多无伫安全无的比例达到8成，大概拢伫安全无的比例敢若1成1。有医师建议，若是骑减速脚踏车，上好爱强制治安全无，啊若无若发生交通事故，头部外伤有可能会无性命，也是留病金。 最常见的是那些骑竞速的脚踏车，那个很严重哦，那个头撞到，有时候脑部出血，有时候真的颈部的受伤之后就半身不遂了。自行车只要一跌倒，担心他头部受伤，但是是否要立法？ 那都要看大家有没有共识。前卫福部长柯文哲是当年骑机车强制治安全部推塞立法的其中一人，今嘛阁倡议骑脚踏车的人嘛爱纳入规范。对这代志，国建署是回应讲，骑脚踏车是对健康真好的运动，若是毋是立法强制治安全部，会当开放外界来讨论，嘛爱由交通部来研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